是好，好啊，各位来宾，大家晚安兼早安啊，大家早早兼晚安啊，真欢喜啊，咱台语文的友志呢，来参加咱这场线顶的这个垃圾的台语语言话本的发表兼这个交流会哈。咱今仔日下晡呢，台湾时间下晡2点。嘛有伫咱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有办一个现场的新册发表，兼即个读者的交流啦，嘛真热烈，咱现场呢真热烈，咱暗时即场呢，主要就互咱较远路较无时间通赶来台南参加即场现场的呢，咱特别办即场线顶的这个新册发表会来和大家来紹介这本册。咱等下嘛有邀請作者本人垃圾就蕭秉治老師呢伊嘛伫現場等下嘛現身來甲咱大家交流咱先用熱烈的普仔聲來歡迎咱垃圾咱的作者咱先普仔聲歡迎一下針對這套垃圾的台語語言的話本呢，我就先來做一個介紹啦，凡是咱在座的朋友呢，進前有甲咱有講過，咱進前呢，有推出，佇咧準備的當中呢，咱有互大家當事先來定講，事先來注文，事先注文呢，等於來甲咱贊助這套冊。攏會當有得到優惠咱即屆呢嘛真感謝咱真濟台語文的好朋友呢甲咱鬥贊助所以互咱這本冊呢會當拄好有夠這個成本會甲印出來甲發行出來因為咱這套呢這是一套4本攏精裝攏彩色的毋那封面彩色內影嘛攏彩色的所以這我開袂少的這個成本但好佳在咱台語界這友志呢，大家攏有收聽所以互咱即屆會當來真順利來甲出版出來這套冊呢是安怎來會當出版呢這我就先來介紹一下這是佇幾啊當前啦我嘛無啥會記到底幾當幾啊當前我都是一個真特別意外的機會去讀到這個咱蕭秉治老師呢，伊寫的這個語言這攏一簽一簽，攏短短爾200-300字，真速潔，攏用台灣的湯拖、動物、食物，用台灣的台語的開口呢，短短就甲寫出來，趣味深刻，閣真有教育意義啦。我讀了感覺講，這真讚呢，真水氣呢。這若會當來甲正式出版，毋知偌好誒呢？所以尾後我就聯絡咱這個垃圾蕭秉治老師呢，伊嘛真歡喜講咱遮呢會當甲出版，所以咱就來合作所以迄當時我的構想就是講咱這個台語冊呢，尤其這個話本這適合囡仔大人嘛會使大人囡仔會使咱來當甲做較水咧就敢若袂輸講做互像個百貨公司的物件安尼看起來水水閣真有介高尚呢所以咱就甲構想講咱就安尼出一套一套呢內底毋免傷濟，咱過去攏會想講要甲錢較濟咱這都毋是要食路邊攤的個咱嘛毋是要食切仔麵呢咱是要用較水氣的甲裝頭較水的所以咱就第一套咱先經4本每一本攏有16冊16個故事啦就安尼有這個構想伊這個故事每一個故事攏拄好後搭配着一幅圖是由這個陳坤明先生伊所畫的這個真趣味的這個圖所以咱就就安尼開始呢有來計劃講要來出版計劃嘛差不多應該上午嘛2-3檔啦因為咱這個
代志嘛足济吼，啊个手头嘛足济工课吼，所以就拖，啊拖到呢，拄好今年呢，咱才会当正式顺利来甲出版出来安尼吼。啊，即套册呢，伊有一寡特色啊吼，当然第一个特色就是咱拄则讲的啦吼，伊用台湾遮动物通拖台湾味用遮的即个内容呢，编做故事，啊，佮有伊教育意义这是第一个啦吼。即个过来呢，伊用的即个文字呢，是白话字的特别是白话字转折咱规本册拢用转折伊即个原作呢，本来原作是用汉语写啦迄当时我有甲即个咱萧平地老师呢有讨论啦就是讲咱即摆台语的呢，汉语的物件其实真济咱来当甲用一个白话字的这呢加较稀罕无若紧呢，毋若稀罕呢，佮历史上意义真大，因为咱知影咱台语的白话字呢百外当前传教士因着咧用甚至咱第一份呢台语的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嘛是用即个白话字来发行1885年用甲真拢有咧用咱若甲传承继续落去这时代意义真大个会当互即套白话字呢继续传承落去袂断动进去啦所以咱即本册呢即套册呢，咱就调工用即个白话字来发行啦有的人可能想讲这白话字几个人看有囡仔敢看有大人敢看有免烦恼啦一方面是咱即嘛有附 QR code 你甲扫即个 QR code 呢，伊有即个声音，咱有真人录音全部规本册拢有真人录音录了嘛真水气过来呢，咱嘛毋好惊即个白话字，惊即个转折这对囡仔来讲，其实伊会吸收较紧我会当用我2个囡仔来做实验兼证明啦这我伫进前真侪机会嘛拢有等过我即个囡仔因自细汉幼稚园的时阵，我就甲伊教白话字所以因拢会晓读佫会晓写咧包含即套册即套垃圾绘本出来语言绘本的，我佫有请我2个囡仔先看过因为垃圾原底写有200-300篇啦，足济这咱即套呢只有4本迄是我先经过咱有经过啦伫经的当中，我拢叫我囡仔读甚至呢，伫校对的时阵我的囡仔嘛斗校对呢嘛一部嘛斗录音的是安怎我的囡仔当校对，因为因都会晓白话字我2个囡仔一个才小学尔一个是今年小学4年的，一个是国中2年的这是因细汉的就拢会晓校对而且因这真佫会看会出来佫掠着进前咧编排是排毋对的所以咱的囡仔呢认真讲呢，其实对囡仔来讲转折毋是啥物困难啦，因的学习足紧的是对咱这大人呢，才会感觉讲这罗马字敢若袂输足困难呢迄是咱过去拢用借用惯势用汉字啦所以咱即套呢，咱就是较特别咱用全白话字来发行这嘛佫有兼一个意义，就是咱嘛要先煞纪念巴克的牧师伊来台湾呢150周年创办即个台湾字的报纸140周年这嘛真有意义所以咱即套册的封面呢，特别嘛有甲拍一个 logo 就是纪念巴克的牧师来台湾150周年咱今仔日即个台语的白话字佫有咱台语文学、台语的文化呢，会当有真济创下历史的记录，拢是巴克的牧师所即个引进伊来创办的咱举一个上简单的例啦你想讲即个白话文运动，咱台湾就比中国较早30几冬过去咱也读到中国的即个白话文运动拢讲因为即个五四运动开始白话文五四运动实在讲足慢呢五四运动1919年1919年慢咱呢即个
白话文的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吼，1885年，你看1340档啊呢，万30几档尔呢，哦，啊，所以呢，咱继续用这套白话字来发行，这套台语语言的话本呢，伊是真有历史意义的哈，这嘛是非常的重要哈，就是要传承咱台语的白话字要搁来发扬光大啦，所以呢，咱这套册呢，会使讲这是未来目前我看过咱这个台语的语言的故事内底，我感觉这套册呢，写了人，上有台湾气，上有台湾味的啦。会使讲到目前为止是上经典的啦。咱过去细汉拢会读些什么伊索语言伊索寓言啦安尼若讲西方有伊索语言咱台湾就是有拉字语言啦。后盖呢，咱也听到拉字语言，就知影这是咱台湾的经典的这个台语的语言所以这套呢，咱做特别推荐大家啦这嘛是迄当时呢，我一看就讲哇，这非常赞，无出版拍算啦，或者是讲你出版的时候就甲清彩甲刊伫杂志啦正常去敢若是有伫杂志连载啦安尼无够开啦这咱大家甲出做安尼一套足水的，摆伫这个百货公司摆伫这个成品这个册店呢，拢袂迄个啦，袂漏开去啦所以呢咱就有规划来出版这套册伊的由来大概是安尼啦这本册呢伊内容拢短短拢有搭配这个就是讲搭配这个图啦过来伊这个我点一个我分享一下这个画面一个啦等一下分享一个看一下这是这个伊的册内容大概生做安尼啦比如讲这是第12册第12篇的这个故事这花蜜撞到花鸡这是这个花蜜伊撞到花鸡这个故事安尼短短尔，咱拢控制呢一册的故事，就是2页内底就完成拢摆短短尔过来。这呢，咱也一寡较特别的事呢，咱有一寡这个注解伫遮啦过来上尾呢，咱嘛会讲这学到啥物因为这有当语言呢，有的人呢，若较无现实伊可能无一定会当理解到伊的内容啦所以咱才阁有一个甲伊提示所以像这呢，咱这套册呢，囡仔来读也会使。大人来读嘛是会使囡仔嘛会当读大人嘛会当读像这呢，你若囡仔家己读的时阵，若小可无啥会晓譬如妈妈、爸爸还是讲老师呢，小可甲伊解说一下就会使。安尼大人来读呢，嘛真有意义嘛真趣味的一个故事伊这内底拢有真深的一个意义伫咧这是伊的这个像这呢，这就是伊的这个 QR code， 咱若扫这 QR code 呢，就真人来读咱这真人内底呢，其中咱嘛邀请一个叫做茶米这就是这个陈丽蓉甲这个卢阿雄阿雄伊呢千金伊的大汉祖囝，即摆只读国中1年尔，伊嘛是会晓白话字学过白话字，所以呢，伊嘛看有呢所以有一部分呢，这个内容呢，就是伊来读的这嘛证明着讲囡仔来讲呢，这是来讲无困难啦，只要有心学，因拢会晓啦这是咱这本册拢有这个故事伫上尾呢，咱这个故事呢，伊嘛是会有一寡这个做练习伫上尾的时阵会当互囡仔来做练习比如讲这个花蜜是啥物件，互伊练习罗马字甲迄个图看伊对会起来无啦这是这本册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解啦伫遮嘛推荐互大家好咱接下来呢，这个咱电帮电教授呢嘛是咱
台湾文学馆的前馆长呢，我看伊嘛已经上线哈。咱今仔日下晡呢，陈馆长呢，伊嘛是有出席咱声台这场的新册发表啦吼。咱嘛要邀请陈教授呢，咱甲咱分享几句哈，甲咱推荐的话呢，甲咱分享一下安尼。咱普声欢迎一下哈，咱陈教授哈。我即摆咧敢有听到我的声？有，安尼听有。好，我袂啥会晓操作吼，但是咱即摆大家伫线顶好朋友真难得，大家当有即场吼。虽然可能大家伫无共款的所在，但是讲到即个话题呢，实在讲是真欢喜心啦吼。我个人呢，不但极力来推荐这部册，我其实呢，捌试过要甲囡仔讲故，无啥会落来啦吼。我个人伫个电台，暗时的讲话节目，大概有差不多10几年的经验吼。评论社会，也是讲政治，也是讲文学。这个有10几年吼，伫个真济电台，我也捌伫个即个国家电影资料馆吼担任无声的电影，古早还无声的电影吼，即个编剧啦，就是说明的就对了吼，伫遐咧做旁白，总是有侪的讲话的经验，尤其我做老师也做几60年吼，大概拢是伫咧讲话。我拄着2个困难，一个就是对囡仔要讲话，我感觉我过去的经验无够，训练无够。一个就是讲要用这个咱咧推测母语的时阵，囡仔的故事和母语的推测2项会当甲结合做伙，毋知要偌好咧吼。其实呢。这个语言这个语言这个物件，人讲对7岁到77岁，有诶讲对9岁到99岁，拢会当通就对啦。这故事也真正有好，人生的经验、人生的智慧，那伫这内底会当分享，哇，这都无限了几岁啦，无限了几岁，拢真好用。我个人伫咧台南市的教育局局长要退休的进前，我家己答应，我家己下愿，讲我要去国小，迄阵咧讲的是这个安平的国小，要去做志工，要做志工要做1年，学校真欢迎。即么我一个下任去到安平国小去报道，讲我要来做志工。讲伊问我看，你要做倒一项？我讲我敢会使徛踮学校门遐指挥交通安尼啦校长甲我讲这项毋通，这项毋是你会当担待伊甲我讲这项看起来辛苦，实在是责任真重你学字上你毋通无会当做啥？你敢会当去甲囡仔讲故事？我迄阵就有小可张甜啦。我敢真正有才调甲囡仔讲故事。我上课教册，长久以来我的对象拢是大人拢是大人。这囡仔我敢有法力？我讲好啦，无敢会当互我教迄个上悬年级的安尼啦。校长甲我讲5年甲6年的资质功德会已经包办起啊。3年甲4年中老教会拢已经包办起，因拢会派志工来讲故。即马敢若剩1年甲2年，所以呢，最高年级就是2年的我这世人就安尼，正讲认真拍拼试我家己讲，我敢有才调去甲囡仔讲故但是我真正有安全下庄就对了我真正迄年讲到到，就照逐礼拜去去几间
教授甲囡仔讲过，但是发现讲囡仔听有诶故事，尤其我拢是用母语用台语讲，听是有法度，毋过我家己受到限制。我若要甲囡仔讲诶时阵，我爱讲诶是台语，毋过提供诶资料是中文诶啦，汉字诶会使讲到欠一项，袂当有提出即个台湾语、罗马字即款诶教材通好参考，迄是我十当前诶遗憾。我伫遐讲故事讲一年，迄就是11当前。讲即马讲起来，讲一年了，即个十当我都原来阁无机会通去含囡仔讲话。我原来定定去伫学校伫演讲，毋过是照学校诶场所，社会人士去伫遐咧出入。我无机会通对囡仔讲。今仔日咱即套拉字语言诶，即个绘本啦即套四本，目前出四本这故事啊，真正足深刻真正足深刻。我下昼听到陈茂珍教授在讲好，伊读到一个故事，讲迄个孔雀孔雀即个生做真水，毋过迄个叫声真歹听我就去想着讲我捌去美国迄个万佛城、万佛城我捌去遐真正饲足侪孔雀，真正迄叫声真正足歹听。我嘛即世人敢若迄遍啦遐因为饲足侪孔雀，就伫内底安尼行来行去，迄原来真开阔诶所在。伫遐行来行去迄声音叫着真歹听，比鸡拢较歹听就对啦所以呢，伊咧讲迄内底讲孔雀诶声，讲像迄狗后讲安怎，讲狗声，讲安怎，去食狗声去食后我感觉有影就对，就真正安尼。想袂到茂珍教授佫讲，伊讲互伊诶囡仔，迄囡仔佫真细汉，讲故事互伊听，伊拢听有。了后有一工，这囡仔家己感冒烧声，甲因老母讲妈妈，我今仔日狗声去食哇，真正有影。这故事听了会入耳袂入耳，直接就看出来直接就看出来。这本呢，咱另外这本就是罗马字。咱过去的这个教育，互咱一个错误的印象、错误的观念。人若毋捌汉字，就讲人毋捌字。敢若像世间敢若一种字尔，敢若汉字尔。若毋捌汉字，安尼你就拗字你就毋捌字袂晓看。其实罗马字不但比这个汉字的注音嘛，咱即摆咧国民党政权咧推销这个国语的进程，拢也先教这个波波摩佛咱若是用同款的时间来教罗马字溜叫毋免像波波摩佛就教遐久，这第一点。第二点，大家拢会误会，就是讲若要讲华语，要讲中国话，就是爱波波摩佛，迄是无影的中国迄边，中国大陆迄边嘛无得用波波摩佛，伊嘛看无啦敢若国民党来台湾制定这套，其实呢，伫即个国民党进程制定即个号做国语，咱来知影即个语言的历史语言的历史就中国话来讲，中国字要统一，中国字较早，中国遐大地，真济国家，真济文字，甲文字统一的人是秦始皇、秦始皇用迄个宰相李斯的建议，甲六国其他秦以外其他六国的文字无共款的，就甲伊罢免甲伊废除，用甲真国共款当然真济字是拢共款，所以这文字的统一，因为伊要形成一个大帝国，文字若无共款，迄公文嘛发袂出去啦迄真歹办。所以呢，文字的统一
是伫西元前的200年，秦始皇的时代。这中国话要统一，要变做啥？变做北京话，变做普通话，变做国语。这都要到1917，蒋介石去北伐，去统一了后，才选定一个语言，叫做普通话，叫做大家要普及的、相通的啦。若无各地的人讲的话，到即阵嘛是无共款。到即阵，你上海人也好，还是或者香港人也好，广东人也好，伊嘛无晓咧讲普通话呢。伊嘛是用个讲伊的话，因为是安尼呢。这个语言的统一是真晚的代志。迄个时阵，1917了后，定出或者国语音标两套，一套或者啥，或者波波摩佛，一套或者这个罗马字的，一定两套。结果呢，国民党来到台湾推波波摩佛，因为什么？因为迄边的中国这个共产党的中国要推罗马字，所以共产党推罗马字，国民党伊就要推，甲伊无共款的，就变波波摩佛。换一句话来讲，全世界干那伫咧台湾在用波波摩佛，伫中国嘛袂通。因为是安尼呢，咱过去的眼界若无够，咱会就是讲，若要讲统一的话，公务会当通的话，就一定爱华语。若要学华语，一定爱波波摩佛。这拢是无事实，这也是拢错误的。即摆呢，要甲拍破这个观念，上解好就是罗马字甲波波摩佛，你甲比较看觅。咱即阵学校的老师，伊无这个权，伊有这个机会，不过伊无这个权，袂当真正推行落去，因为也有家长的意见，也有学校的体制，也有这个教育行政的管制。咱即马上解好就是对囡仔来讲，听了心息，有趣味，佮听会晓。当时高声去食校，讲了会顺序。伊听就听有，伊学会晓，真心息。咱即马即套拉住台湾语言为本，台语的这个语言为这个为本，这一套我今日有摕到这个材料，我就甲显，哇，这真心息，逐地拢在底啊。无真，但无真教授讲，伊一工读一个故事，互囡仔听，囡仔听甲足有营养的就对。我昨咧想着讲安尼，我一工要来读一页，互阮老看手听。因为罗马字我看我有受训练，阮太太也无，但是故事一定真心识的。伊若听我讲了会当去讲互伊孙仔听。这我算是非常方便的啦。所以这套册爱大家爱去大，不但大采用大个推广。这个语言这个物件，本来就是适合伫无论几岁的人拢下用。故事真精彩，尤其这本册内底，还有这个陈坤明先生做的这画的这个插图会使讲是非常精彩。讲俗够有力就对了。所以我简单甲大家先推荐到这。我要搁认真听，吸收别人的营养。感谢。真多谢咱台湾文学馆前馆长郑邦定郑教授。好，咱接下呢，咱就来欢迎咱的作者呢，先来甲咱分享一下。过了呢，咱就有 Q&A 的时间，会当互咱线顶的朋友大家来做交流啦。好，咱接下呢，咱就请咱垃圾上咱萧平之老师呢，来甲咱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暗安，大家早早平安。这套册我会记得大概写差不多4年的款啦，差不多80岁遐开始就写。当时咧写的时阵，我嘛无想到讲要写到一本册
还是讲要写偌济拄偌济，我嘛无安尼想啦。那是我咧写文章，有当时拢是心色性啦，毋是讲有一个目标，我最后要来出一本册，所以我来写偌济物件，因为退休后我拢真心色性咧写，无异个讲，煞愈写愈趣味安尼啦，愈写愈趣味，所以到尾就去加减收集资料安尼即摆内底网站真方便啦，伫Google内底要找资料讲起来足方便。当然啦，有想要找资料的，你嘛着爱有讲家己本身对这方面有趣味的，有小一寡线索，你才有再去找。无你若无一个线索，你讲个资料内底网络足济动物咧，你看水水啊，一个看一个过尔，你无引起你的要写的动机就对啦。因为那是细汉真认真佚佗，虽然讲起来我读册我算袂含慢，但是我读册高的原因是上课我足认真听老师的讲解，若下课转去宿题写了，剩呢拢是咧佚佗，甲朋友、甲囡仔伴顶干乐、放风吹，是去点仔头做点仔听，听一寡这个课本内底无诶，我住伫庄脚，庄脚四界产的四界所，所以我通拖，嘛捌掠来耍，嘛捌甲变高人，一只鸟飞来飞去，嘛拢知影这叫做什么鸟安尼。所以这方面呢，我因为住伫庄脚的关系，所以这方面呢，我囡仔做有趣味的。我在我囡仔读册的时阵，上趣味的是数学啦、算术啦，但是另外的趣味就是讲我足趣味音乐，足爱唱歌的，嘛真爱画图，大自然的，这拢足趣味的，尤其是课本内底无的，所以要写这物件，这就是真好的应用，所以讲起来讲，愈写变做愈写愈济，书当时咧写是罗汉文啊，汉字含罗马字写你写中间当然，我无影讲起来讲捌真济无毋对，但是无影讲捌甲讲逐项我拢会晓啦，就有语句通找，所以有咱就讲对某一项物件小可了解了后，我就语句去找伊的资料，看伊的习性是啥物款的，做较详细了解了后，我才开始写。无凭我囡仔的记忆所了解的，迄拢是一寡表面的就对啦。听大人讲的，有的所在可能对这个生物的方面的咱了解可能无大遐深，所以有这个语句真方便，我就去参考了后，才来编这个故事。我咧写，我一个好朋友东创的一种同咧到散步的伊就甲我讲，你就是足牛毛的啦，对这个语言对这个故事的描写，你就是足牛毛的一定要求真就对啦所以写出这可能安尼才去魏明教授看重来甲我出册。我先大约先讲我阁补充一个，真侪朋友拢问我讲，你若遮注重罗马字啊？我讲我学台语会晓拍电脑了后一摆听第两位教授讲迄个汉字含罗马字写作的一种好的方法。迄阵我写第一篇阿巴洛甲分吹，就是用汉字甲罗马字。迄阵罗马字我无足精的但是写出来再搁修改，就迄篇文章就变做第两位教授就
足甲学落诶，所以自迄阵开始，我就足认真咧学标语。啊，有人就讲我是教会诶人，可能我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其实拢毋是，我是教会朋友诶好朋友。我捌足侪牧师诶因为我是认为讲标语足好用诶，我咧用诶，毋是我要维护教会诶标语。所以这意思是我无共款啦因为我是甲当这个标语非常好用咧用诶，所以我愈来愈重视这个标语。所以培云教授讲这物件要用标语来写，我100%赞成。我暂时讲到这，多谢。好，真多谢哈。我嘛补充一下咱等下嘛会当互大家 Q&A 啦大家当看有要提出问题，还是讲有一寡想法要甲大家分享还是讲有啥物款的意见拢会使我先去补充一下拄则萧平地老师呢讲到这个郑良伟教授这嘛补充一下咱早前呢台语文的运动啦尤其是伫这个若是国民党戒严的时期伫岛内真歹发声啦真歹去主张，也是讲去有行动来做台语文的推动啦因为迄当时伊是用高压的政策啦所以早期呢伫这个戒严时期呢这台语文运动主要伫海外海外就主要有2个路线，一个是北美以美国这边为主其中呢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郑良伟教授啦伊当时伫这个海外大学教册伊呢伫捌这个我听这个张良德教授讲啦因为张良德教授呢伊较早期呢少年时捌伫这个敢若一个什么青辅会遐短期做过工课迄当时蒋经国加好水啦讲要吹台青啦要重用一寡台湾的青年，因为伊就去互迄个互开枪嘛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去互台湾人甲开枪啦就差一出啦伊的好狗命差一出啦怎弹无着伊转来了呢伊才这个紧张啦讲想袂到台湾人竟然是这样怨恨因涨价咧当然这个涨价是因中国涨价甲我无关系啦我是台湾涨啦伊这个伊转来呢伊就加好水讲要吹台青要大重用台湾人这优秀的青年啦迄当时伊就叫青辅会呢加好水嘛要讲去办一个什么类似国事会议啦要邀请一寡伫海外优秀的学者专家转来要办一个座谈会要听因的建言啦迄当时拄好第一届负责的人之一啦迄个工作人员之一呢就是张良德教授伊就是咱咱省大的这个老师兼校友啦尾嘛是国民党伫做乌名单走去日本伊迄当时呢伊就吹，其中呢语言界语文的议题的专家呢伊就邀请到郑良伟教授伊当时郑良伟教授嘛转来台湾嘛有伫建言的时阵呢嘛有建言讲应该爱推动这个台语文台语文有这个教育权当然迄当时的国民党是无接受啦但是至少呢伊当时也有邀请到郑教授转来后来当然到90年代台湾戒严以后呢郑教授嘛转来进前有一站嘛90年代末有一站呢伫清华遐客座过伊嘛伫遐开台语文啦所以咱这个因为安尼关系呢敢若萧老师的嘛甲郑教授郑良伟教授遐有熟悉为迄当时开始呢怎开始觉醒开始拢重视台语文的这个写作这款的案例我感觉这是真正面啦嘛真值得咱台湾人学习啦若准讲迄当时的
遮个中学、小学所有的遮个老师吼，逐个拢会当像萧平地老师安尼呢，会当觉醒呢，为中文翻头，转来用家己的台语文来写作吼。我看这不得了啦！今仔日咱就无这什么小草啦，今仔日嘛无啥物吼会出卖台湾的这种立委会出现啦。今仔日民进党家己会伫遐头壳疼，国会会出遐尔济这个遮鸟鼠假布袋饲鸟鼠，出遮鸟鼠伫遐伫危害台湾的，拢就是因为咱无文化的根啦。久长以来，咱的教育拢无咧做台湾的教育，无咧做台语文的教育，拢也是中国话的教育。即摆虽然讲学校有台语的选修课。毋过呢，迄个比例也是足低，嘛是一礼拜一节课安尼尔，即摆虽然讲国中、高中嘛有伫上，毋过比例嘛是非常低啦，真可惜但是这就是讲民进党呢，因长久以来对着即个文化无重视啦，拢无重视，拢敢看底图的，敢看迄种表面上讲选举可能安怎较会赢。甲做遐表面，无要做较正经的工课这是真可惜这是做一个补充所以你看萧老师自90年代到今日嘛，就拢无搁咧写中文，都直接拢用台语这是值得人的佩服嘛是值得所有的坐遐的中文的作家的学习啦真侪中文作家呢若无支持台语，搁咧屁唱台语，这实在是真歹啦，所以这是值得这个肯定这我嘛做一个补充啦，好，安尼咱接线呢，毋知有人有要发言无？还是咱迄个梁光兄，你敢有要来发言一下？先发言一下。梁光兄，即摆你敢有听到？好好来，这感谢大位来参加这个活动，特别感谢这个萧老师我知影你遐10点就困你这个上间今仔日走到台南城大，就实体来这个举办这个新册早日的台湾语言的这个发表会今仔遮晚阁会当来遮嘛真欢喜遮看到即个病房顶教授来推荐即部即咱应该台湾囡仔会当安尼来读的语言我离海外嘛真希望有一套我会当来读互我的孙听啦我有两个几个孙爱当用罗马字来读互因听我真正我拄则想要去买我伫遐咧补几部，我拄较办无入来是，我咧补要去补课来要买美国嘛会当买我伫遐补几部我登记袂好势搁伫遮咧补啦拄则有讲到即个梁伟的代志我的兄哥我简单分享一下，就是讲。迄当时确实有来邀请伊要转去参加迄个国建会啦毋过要参加国建会，伊到底要转去毋转去心内真正踌躇啦因为迄当时海外的台湾人大部分是拢反即个国民党嘛伊会感觉讲伊若转去检察会一寡安尼赞成台湾独立的朋友安尼家己配上啦讲较会要去互蒋经国安尼蒙头啦毋过伊到尾伊捌甲我分享讲伊在想诚久啦伊讲说台语咱若无赶紧安尼转去安尼好安尼毋是讲转去逐个安尼政府若无出来做遮个代志真紧就会灭亡啦所以伊嘛有写一本册叫做《灭种中的台湾语言》就是迄种的情形所以就是伫即个情景下，伊感觉讲安尼转去较要紧听讲伊转去有啦，有讲足侪建言嘛，无啥效啦毋过有效的就是讲，
迄当时开始即个气象的报告吼，就是因为伊等去参加即个国建会，啊了开始开始有即个台语的气象的报告吼。啊，当然到尾啊，等去国歌会甲邀请，佮等去到台湾的时阵，啊，佮开始会当伫清大开台语课吼。啊，即个各地各县市吼，即个市长吼，啊来推荐因迄县市的优秀的国校的老师去读台语课啦吼。我有听伊咧讲，其实遮个县市吼做了有安尼正工安尼用心要做，就是中华县吼。迄当时是周清玉县长吼。拄则早是萧平利老师吼，伊拄则咧分享，就是迄个机缘去遐读着即个台语课吼。咱嘛知影讲，咱若看讲台语迄个萧平利老师吼，伊的创作吼，看有偌尔哪澎湃吼。这就是我来补充这段的因缘啦吼。嘛用安尼来表示我对萧老师的尊敬吼。搁地方顶教授吼，我感觉你用这个，你会当出来推荐吼，我感觉足好啦吼。拄则你咧讲这个台字小学吼，用台语来讲故事吼，这互我嘛感觉真感动啦吼。你比咧去做指挥交通吼，搁较重要啦。我你用我做过这个台湾文学馆的馆长，用安尼正式来推荐这部这个台湾囡仔的这个台语语言语言集好，我会用安尼来甲大家表示我的尊敬甲敬意，多谢。多谢梁光兄吼，迄册我则寄互你，即套册安尼安尼我有讲话有功德。咱即套册呢，咱阁有几啊位推荐者啦，因为伊无方便上网络所以着补充者阁有咱张福竹是咱台湾罗马字协会的创会理事长伊嘛有推荐伊讲即个萧平地老师呢，甲伊80档的青春行过的脚迹，用流通全世界的台湾字，就是白话字，甲原味的台语的写作适合即个学生、父母甲阿公阿嬷做伙来读，传承台湾母语文化，嘛推广台湾人的宝贵的智慧啦。这是咱张福竹医生呢咱创会理事长伊的推荐过来这个我这个就唔免过来，另外咱这个伫咱北部呢这个推动囡仔的这个台语共学这个台湾台语路协会的这个理事长董立贤伊嘛来甲咱推荐伊讲市面上白话字的读本真少，这套阁是用台湾的生物、事物做主角来创作的语言，读起来真趣味过来呢咱这个咱省台文系的少年呢助理教授陈茂正教授呢伊嘛是囡仔的妈妈伊用妈妈的角度，伊讲这是一套读着真心实，佮互人有真济思考的台语的读本，是陪伴囡仔学习台语真好的选择这是以上的，这我佮补充这套册。来过来，咱共款继续开放 Q&A 来，咱在座各位有问题，还是有啥物想法，想要跟咱分享还是已经有看过这套绘本的人，有啥物建议拢会使提出来来，在座各位有无？我看迄个叶凯敢若伫线顶叶凯敢有伫遮？王叶凯，
还是有啥物人要来甲咱分享一下意见有无？我看即个咱宜兰阿秋宜兰阿秋敢有一只？有，你敢要甲咱分享一下？我是你嘛有甲咱赞助即套册来你甲咱分享一下好无？我还未全部看了，我是看一部分，要请教迄落那日生哪会有遮尔济迄个动物，搁遐尔济会晓甲这动物安尼甲伊结合来写出来迄落有言的语言的故事，我感觉真实在真厚安尼，毋知伊是安哪会遮尔厚着？这搞，系啊，系啊，有影搞咯对。甲编起来咧。好，我摕第一本的第一本的内底我小做一个讲，迄个资料我大约是安怎收集的？第一集内底第一篇内底写内丘乌秋含乌鸦的怨叹，内丘乌秋甲乌鸦。内丘甲乌秋，这有一个故事，这有一个故事，我嘛有写着这更原住民的故事的款啦。我阁改编过。内丘甲乌秋本来是真好的朋友，到尾两个为着寄内丘摕猪肉要转去，乌秋因老母补，内丘共食了。结果因老母煞死翘翘，内迄个乌秋足怨叹，就开始要约内丘，所以每摆看到内丘，就要甲毒。乌秋比内丘加足细只的，但是伊比内丘较强。这故事这个内丘乌秋，阮囡仔拢常常咧看，常咧看内丘咧夹其他囝，乌秋家球伊吼的声，对我拢捌看过咯，对啦，足熟的啦。但是我要写的时阵，我重新思考，我无因为这故事我嘛写过所以我要写这个时阵，我阁加搭一个乌鸦，乌鸦，台湾人讲叫做乌鸦啦，其实叫做乌鸦。因这三种的动物拢总是穿乌衫，拢是穿乌衫。伫乌的中间，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洪水乌大斑。”有一句俗语，足时常人咧讲的，大部分拢咧学了查囡仔啦，甲嘛有啦，学了查甫穿西装，建筑拢做为乌的，因为表现伊大斑。若查某咧穿红的，讲红足水的，红水乌大斑。所以这三只鸟咧怨叹，我用这个红水乌大斑，你乌的并唔是歹，恁家己爱有自信。我是用这个角度来写，应该内底内容应该是我无看内容啦，我的想法是可能我用这种角度来写呢。我介绍一篇。第二篇孔雀笑听猪仔，孔雀咱遮是较罕尼看，但是嘛还袂少啦较早阮头捌试过。我过去新加坡嘛捌看，佫曾经看伊猪仔咧飞，看猪仔咧行，嘛捌听过伊吼的声，有影足歹听。迄声比客鸟，比迄个山羊咧吼还佫较歹听。比乌鸦的声嘛佫较歹听，因为伊吼出来的声破切，所以无好听。但是伊的毛草足水的，伊佫拢会电开四花，电迄个电迄个尾电起来，迄就是咧。工诶，你要甲某求爱，电是伊诶水诶所在。我是用
孔雀迄种甜水的迄种个性啊，来跳青笛啊，看人无上目啦，哦，啊，你一屁仔囝尔，细细只尔，啊，较好嘛，滴滴滴滴安尼尔，哦，啊，有啥物啊，看起来足无吉达咧，啊，你著看像我孔雀，哦，比你体格较好，啊，我若天的开始花哦，哦，天的开始花天起来的时阵，好热水就是热水，足济人拢足爱看到我天开始花的，啊，咧跳迄个青笛啊，啊，青笛算调巧啊，哦，伊个讲啊，水就水啦，吼，毋过你的吼声哦，到遮去只后啦，哦，伊用高声去只后，吼，你甲警惕就对啦，吼，所以讲讲毋好看猫无点啦，哦，啊后壁迄是讲你学着啥，其实我无看，因为内底要安怎解说拢听我讲啦，吼，啊，我选一个落去做一个解说安尼尔，啊，多谢。好，多谢哈。来，我拄则看敢若有人有举手哦，有无？来，拄则迄个有一位老玉玲有举手，敢有要发言？还是无说伊出迄个试着？嘿，敢有？咱可能无说伊试着的款。来，安尼咱线顶的有志，大家敢有啥物问题？有啥物意见？啥物想法要分享有无？啊，若无我也阁补充一下哈，咱即套册内底哈，因为咱作者呢，谢平地老师哈，算中部中华田中遮的人啦哈，所以呢若是咱南部也是讲北部的人有当时可能加减有一寡腔口的差别啦所以咱伫即个出版即本册的时阵，咱嘛有做一寡考虑甲调整啦就是讲，即摆若就人口数来讲较济南部即个使用人口较济所以咱出即本册的时阵呢，话若少数就是足在地化或者的词，当然咱拢是尊重咱原作者伊的腔口伊的用词不过话有煞少数呢，可能若特别南部遮的看起来呢，可能完全看无、听无这咱可能小可有调整会变做较通行的使用咱伫后壁嘛有一个简单的表就对照表，就是讲中华遮的腔口甲咱南部遮的腔口呢有较大的差别就是讲咱会做一个平衡点的一个。取得这个平衡啦因为咱有当时出册，咱是会兼顾着全国性的读者会做一寡调整这嘛是爱请咱原作者包涵一下咱若是这个有其他的无共方言差读着，有当时可能感觉这本册内底一寡词无啥理解呢，会当小可现一下后壁咱有一个简表当然这个简表咱无法度讲全部。拢注明甲有够啦会当即个有一寡词咱会当推荐各位会当参考张如虹教授伊的即个字典呢因为张如虹教授伫台中咱台中甲中华遮嘛真晏我迄个看咱张如虹教授伊的一寡腔口呢，甲咱萧平地老师遮嘛小可有类似所以若是有需要嘛，当去参考。张如虹教授伊有两本册，两本字典啦一个是即个台语的白话小词典台语白话小词典这10几当前迄嘛是张如虹教授委托我遮出的嘛真荣幸咧，差不多20当前出的台语白话小词典，还有一本是2当前中台的即个大词典中文甲台文的一个。这个书典这嘛是张如虹教授伊开30几档编出来生前最后完成嘛是委托我这边帮伊斗出所以为这本册这两本字典内底呢伊嘛有收录真济
所以若是即个咱去读的时阵各位有一寡方言差会差别呢，嘛会当查即个张如龙教授即个字典这做一个第一个补充过来就是咱这呢这是第一套拢总有4本拢总有64篇的即个故事啦当然谢老师写还佫足济啦咱若咱嘛按算讲那大家拢非常的支持咱就迄个气力会当佫出第2套咱佫有按算第2套呢4本安尼咱即届第一届先出1套4本，伫试即个试验者试看即个大家支持度安怎即届呢算大家嘛真踊跃会真支持所以会当互咱顺利来出版咱未来呢咱有按算会当佫来出第2套佫甲刷落去佫来第2套共款佫另外一个4本安尼到时嘛是爱嘛大家来斗支持来毋知在座各位个人有要Q来咱迄个萧老师来我对魏文教授拄则咧讲用字的部分我表示我个人的一种见解啦这个见解我大概几年前我就去想到我的想法就是讲，将来啦应该是国小国中这个义务教育内底用的教科书，应该要用一个标准化这9年的教育用一套重视的这个标准化来教。了后高中以后，各所在窗口就在人去写，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啦另外就是讲，我目前咱咧写作的时阵你若是把做讲你是咧写散文、写小说是写讲故事这类的，你用个人的腔口，应该是较适合啦。用个人的想法较适合。你若把做讲要行做教囡仔的属于教科书，就这套语言这就是当作教科书的，毋是小课用的，所以该做一个较标准的安尼我是足同意的所以若讲散文啦小说这类的迄内底我写俗语咸酸甜这类的物件做田人博物馆内底所用的，我就足坚持用我个人的腔口，因为我想要甲因为我是作者，所以我要甲阮遮的腔口看落去。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所以苏当时陈教授伊收集我的所有的电子档案，因为我有1995年用电脑写作的用9个罗马字来写作的甲汉字写作的这些作品陈教授真看重，将我迄阵写的物件拢寄互伊，伊经过一种机器来筛选筛选出伊那就要甲讲差不多正万字，甲伊所收集的无共的，就是我个人特别有的腔口我个人特别有的腔口，所以即摆内底信望爱内底书库20万笔，我会记得陈铁中教授有咧讲内底有我的超1万字放伫底所以苏当时第二遍的书法发表的时阵，内底书库来源有甲我列入迄阵有甲我列入，讲我书库内底有贡献就对所以若要了解我个人的腔口可能来看做田博物馆，也是台湾俗语咸酸甜，这伫网站内底拢免费，拢听我公开，拢听我看就对。多谢。
真多谢吼，我想这是真好的这个观念啦吼，啊，确实咱这套话本呢，啊，咱就是要甲当做教材哈，白话字转落的一个教材来使用吼。好来，接下来咱请郑邦定郑教授来发言吼。安尼有声无？有啊，有吼。我阁提供6点补充啦吼。头一点吼，我自细汉吼，我就学会晓讲真侪种的台语，因为我的爸母拢是台北人，因为战争的关系，疏开来到彰化，永靖、园林，我伫园林出世。爸母小可有一种台北人的骄傲啦，台北人爱讲迄个顶港腔，安尼才有水准。厝边讲迄下港腔，安尼就较无遐尼水准。所以尤其我的老母真注重你讲话有甲伊共款无，本来是共款的，毋过你若出门，厝边仔的囡仔都毋是讲完全共款的话。所以我真细汉，我知影我家己就会晓2套。我若出门，你就爱讲含厝边仔遐朋友遐囡仔伴同款的话，安尼较捌记就对啦吼。若转到厝内，就自动会当安尼甲劝一过就变做讲台北腔的台北腔毋是干那腔尔，有当时一寡名词无共款啦吼。譬如讲脚踏车铁马，台北人就讲空明车迄毋是腔口的问题，迄是名词有无共款的所在。这我做囡仔安尼，过来就去读册了，就拢变做国语国语国语就是你若讲台语也要甲你发你所以我还会记一个，我读初中的时阵，有一个学生，伊真搞怪，伊就反抗，伊就要讲台语，要互你发迄阵班长讲你若搁讲，就爱老师交代爱讲一字就爱罚1箍，伊就摕10箍出来要互走就对啦意思讲我要讲我欢喜就对安尼有即款的情形。但是我个人伫咧中学，我去到彰化读彰化中学，我才知影有一种海口音的鹿港啦即个福建啦这边腔口甲园林佫无共款。然后我去到大学读册，才知影讲有客家人你世间有客家人，我就愈学愈济，愈拖愈济就对了。因为我若讲到有声音的物件，不管是语言还是音乐歌，我真有印象就记起来所以就安尼就来转说。即马讲到遮呢，这个语言的过程是安尼，尤其有一个特性。我来到教育局的时阵，有一个议员伊就甲我讲，永康的议员比狗较济我想我哪会讲这个话啦你本身就永康的议员，伊讲永康的议员比狗较济，大家就听到就伫遐错愕大家拢插起来讲哪会讲这个话？伊讲永康较大区，因为有诶像玉井啦、南华、南西几啊区才斗来这一个议员，因为人口数的问题。永康就是伫大台南内底人口上济的所在，所以有7个议员。永康的议员比狗较济，伊条件甲讲做比狗较济咱就伫这内底听出知影这个信息就是伫遮出来我还佫会记有人甲我讲。鹿港死了，社头消一半讲社头一半的人，即拢咧讲彰化县，社头的人去消的一半，鹿港的死了，其实咧讲笑亏啦，讲鹿港的姓死的足济啦，鹿港死了姓死的了真济，社头消一半，姓消的占要规半就对。即款的趣味，即伫咧甲在地性的结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咱若要用波摸完全无法度，伫个国语内底完全无法度这是主要是台语佫有即个声调即个做7音8调
佫惊做有迄个在地性，佫会变调，就是因为安尼才会真光彩啦，三边形三边的无对角线，四角形的才有2个对角线，就五角形才有5条对角线，六边形的就有9条，10边形的10边形就有35条的对角线。这语言的多样性，各地在地的特色，因为安尼听话来，才会当有这个选择，这一般的这个灿烂丰富啊。所以我想着讲，这个在地性就到甲当时呢，在国民党的这个霸道这个压制之下，依然出一个馆长叫做尤锡坤。尤锡坤伊在任的时，就推动认识南洋、认识宜兰，要认识南洋、认识宜兰，就是在地的教材。咱较早教材一律拢爱中央编的就对，统一教材，伊就甲编一个在地的教材。我去想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囡仔讲真无快乐，看医生看无法哩。咱去甲了解讲这囡仔是安怎遮尔无快乐？伊讲阮的课本内底讲星期天爸爸妈妈带我们去看长颈鹿，伊的爸爸妈妈拢毋捌带伊去看长颈鹿啦。原因是啥物货？台湾迄阵敢若2只长颈鹿伫咧台北圆山的动物园内底，咱用迄个统一教材教来教地有的囡仔怨叹伊的时代无带伊去看长颈鹿。其实台北囡仔无看过咱全台湾各地的特色，像咱那是语言的绘本内底遐尼侪动物，台北的囡仔顶多较无这个福分嘛。纽约有一个老师开车开足远去摕一种物件倒来教室，放在讲台顶头，叫这小朋友大家拢围我来看，讲这啥？讲这叫做泥土啦，伫咧都会，伫咧水泥丛林内底，拢空孤立的，都毋捌看到土所以人讲叫做什么下岗怂顶岗戆其实大家拢有一寡缺陷就对，就是这个尤锡坤伊的在地性，佮加上这个杜正胜，捌正做这个咱的教育部长杜正胜提倡迄个同心圆同心圆理论每一个囡仔，每一个人，伊对伊的环境的熟悉，应该就对伊徛的所在伊出世的所在，用迄个做半径，慢慢这个所在慢慢大。你所认识、你所认捌的世界，是用你徛的所在做心，毋是咱袂成袂伫个小学刚开始就我国就西起帕米尔，东至太平洋，北至塞耶岭，南至中南沙就我国12院辖市讲规波内底就无台湾，所以这个情形尤锡坤的认识宜兰，认识南洋南洋平原甲杜正胜的同心圆，这有得到李登辉总统伊的肯定，才会变做认识台湾。咱的学校才开始有认识台湾这一科目。不过这是科目甲教学的语言永远是两回事咱要教倒一科，咱怎么要来教母语？咱有课本、有老师、有经典、有考试、有分数，这叫做 subject， 叫做科目。不过呢，你教的人用什么话，叫做 teaching language， 教学的语言。我即马用台语教体育、教历史教化学，就是我的 teaching language， 教学的语言。我即马咧教这科是咧内容咧讲啥物？迄是科目。咱即马这两个物件真无意思互人受到真大的这个切割所以都要用啥讲才会使安尼，这就是咱已经病真重就对，大家看了佫会惯死，安尼就真会使讲真遗憾啦所以呢，伫这个所在内底，我感觉就讲对这个在地性
这个叫做来甲发扬出来，这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你即马若咧讲山影，就会讲到玉井；若讲油就讲到麻豆；若讲到这个乌面腊杯，就讲到七股；若讲到胡萝卜，就将军；若讲到白河，也是后壁，也是倒位啊，拢有伊的特产特色。挖山挖海，大家拢有伊的特色，拢爱贡献出来，大家拢倾做伙，这是咱台湾上大上丰富的咱的资产就对了。所以即马这套册，腊日，讲做腊日来去，腊日，这个腊日诶，台语诶语言为本，会当拍破这所有的问题。伊毋免限定到入去教室做教材，老师伫咧教，毋免咱大人讲互囡仔听，囡仔讲互遐同伴听，就伊就会探紧探落去。所以我感觉讲，若是安尼，咱真有愿望对即种的觉醒踏出骹步，咱的母语才会当伫家庭内底来传传。母语本来就毋是学习的科目。母语毋是用 learning， 母语是用 acquisition， 是用安尼用，就拖甲会晓。这就是囡仔母语的这个文程，就是伫遮。所以毋是靠老师教，咱即阵拢到父母负责生袂晓母语的囡仔，囡仔袂晓母语，就去学校读册，读册就去读华语，即马则搁专工请迄个。教台语的老师，再要过去教囡仔，一礼拜1点钟、2点钟，拢是弄伫咧汤里，拢是错误的做法。这毋是啥物人的错误，是咱即马整个时代，就生做安尼。所以，咱爱伫这所在找到一个会当操作的即个工区，对遮切入。囡仔讲母语，就大人甲拖，所以咱即马就爱去要求大人讲，毋是大人负责袂晓讲，生袂晓讲的囡仔，则去学校，学校再搁点仔变讲，安尼永远都伫遐咧回袂煞。咱的囡仔若要讲话，就安怎？迄家庭生活，迄社会生活，迄内政部的代志。毋过咱若要甲变做教材，还是科目，就走去学校，煞变做教育部的代志。教育部做这样代志，就是永远效果袂好就对啦。所以这种的觉醒呢，我相信对咱的这个出版文化，这个中间来渐渐甲推动，尤其是蒋伟文教授，伊是一个非常有点子的人。伊迄规头壳，迄头壳有珠就对啦。伊有真济想法、做法，真正一个推动出去的时阵，我相信效果会真好。所以我对萧平提老师伊这套册，这个垃圾台语语言为本，我有真大的信心，真大的信心。大家若直接尽量甲推送互出去，要推送的头一步，对家己做起。1箍毋是100箍的囝，1箍是100箍的老爸，1箍扣做伙生出100箍。咱若一步一步，一个，咱拢毋免气嫌家己的。亏得真细，本来就生做安尼，就我这份我若做得到，安尼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圆满。我真感谢这个伟文教授来策划来出版，拄梁公兄伫美国讲欢喜我用台湾文学馆的馆长的过去来推出这本册，迄是我的最大的贡献。我的贡献就是会当用这个名函，会当用这个经过了解来贡献这项代志。所以我感觉到真自在，感觉到真贴实，嘛感觉到真骄傲啦。大家晚安。多谢咱请梁光兄接举手来。嘿，我是有一点仔想法而且甲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讲，咱咧写白话字的时阵啦，到底是要甲伊当做文字，
还是要甲伊当做一个拼音符号来咧写啊。啊，我是讲咱即摆若讲想讲要进入去迄个教育诶，即个体制，咱爱有标准化安尼要互囡仔要读要做到一个教育诶语言诶时阵安尼较袂较好学习啦若是讲白话字当做文字诶时阵，就是讲写法有固定，毋过呢，要读在人去免读诶发音就像讲英文伊咧写有固定诶写法毋过呢，咧读诶人伊有无共款诶腔口，伊照伊诶腔口去读，嘛无人会感觉讲有啥物款诶无毋对啦有啥物款毋对啦所以若是即部即个绘本我感觉伊处理诶方式安尼袂歹啦就是讲较伫变做讲较有文学性，还是讲有伫即个故事内底，伊有必要讲用即个地方诶腔口来写诶时阵，伊保留迄个腔口。像一般诶物件诶时阵，就用详细腔来写啦拄则肖老师伊也讲着讲，比如讲论述诶即方面啦你若讲要讲用白话字来写法律来写科学诶时阵，迄就无适合用地方腔来写嘛毋过若讲伫文学诶创作诶方面，还是讲要记录即个地方诶特性诶时阵检测咱会当用地方诶腔口来写毋过这是咱安尼想啦我是感觉讲上重要诶，原来是咱诶即个白话字爱有教育诶即个文化通路安尼咱毋只有法度有一个平台逐个来愈写安尼愈读，会感觉讲慢慢会感觉发展讲啥物款是上好诶形式来咧出现啦多谢我以上。好，多谢这是真好诶见解来，毋知咱在座各位阁有其他诶意见无？我看咱迄个润婷敢若有伫遮润婷你敢有伫线顶？敢有要发表一下意见者？好，还是其他诶朋友有人要发言无？好，若大家拢无其他诶意见，咱时间嘛差不多啦毋知肖老师遮敢有要做补充有无？作者遮敢有要补充？无我阁讲两篇啦。好，我安怎写安尼啦好啦。我遮摕第4集诶啦，第4册啦，第4册内底。第4册内底第一篇内底我写乌秋含山乌秋共一家啦，乌秋，咱平常伫平地所看迄种鸟笔册尾笔册，咱叫做乌秋。内山较细只树但是伊诶毛草是乌金较用要换深蓝色诶安尼会叫做山乌秋啦。内底这两种其实应该是伫分类内底，差不多是要共，应该是共款啦。但我分袂清啦，所以我需要去 Google 去了解讲乌秋到底是属于啥物动物、啥物鸟山乌秋是啥物鸟我是咧先爱伫 Google 先去找了，我了解了后，我才来写这个物件。安尼才时到讲起来讲，才袂去互掠包这是我写这个内底我因为我无看内容所以有我写我当然用我要安尼讲，我无记袂起来啦
啊，第二篇内底写台湾犬啦吼，含这个主人啦，哦，这个台湾犬含主人，台湾犬就是过去拢讲做台湾土狗啦，啊，台湾土狗吼，我感觉无甲人好啦，无甲人好听啦。台湾狗就台湾狗啊，啊就即摆就是讲国际上嘛已经认定啊，吼做台湾犬，哦，就是台湾狗的意思。所以唔好搁再讲做台湾土狗啦。啊，我会记得我较早捌食一片，阮兜饲只土狗，啊，阮甲号做体力，啊，我就用伊的习性吼，啊，了解了后吼，啊，人讲迄台湾狗啊吼，就是扫帚尾啦，伊的尾吼，那扫帚安尼吼，就是那小啊成黏力啊安尼吼，啊，กิ่仔骹，伊的骹就像迄กิ่仔迄个骹安尼，吼，啊，再喙齿有几斑，吼，哦，这就是伊的真特别的特色啦，吼，啊，有这社区观念安尼，吼，啊，即摆讲起来，较早我有写就是讲，台湾狗仔的正名运动啦，因为台湾狗拢讲讲土狗啊，啊伊足不满啊，讲啊你甲叫我土狗，啊你主人你毋着土人，哦，啊主人着台湾人啊，哪会你是土人？啊，所以我台湾狗我嘛袂了做土狗啊，哦，我迄是较早捌写安尼，啊，即篇内底我是写讲，哦，迄台湾狗啊，啊，伊对主人足敬重诶，啊，伊诶体力足好诶，啊，伊诶生存能力足强诶，哦，啊，所以替主人拢会去拍拉，哦，较早拢会，那就山地人吼，拢会带狗仔去拍拉，去掠鸡仔掠，啊，喂山猪啊，啥物安尼吼，啊，有摆主人佫甲带出去，啊，结果一只拖去走去，捉无着啦，啊，主人就甲骂啊，讲够含慢啊，遮慢顿啊呢。啊，即只台湾狗伊甲讲，主人啊，啊你慢仔像我电话咧，我几岁啊你啊，我已经走袂去啊你啊，哦，迄主人啊真体谅伊啦，所以到尾主人讲好啦，互你退休啦，啊，这拍拉工课换恁囝来做安尼，哦，啊，迄个该写就是甲我咧写的中间吼，就是讲伫即个语言内底咧写，啊，我用旧的观念，佮甲改变做新的去，方便互掠包。有个人看讲，那你老师咧写，这都俗语内底都有啊，啊是讲换一个开口咧写尔，结果你有当时看尾啊，结论是无共的安尼啦。哦，这是台湾狗啊吼，啊，伊非常巧安尼吼。啊，过来就是这个亚钢骨甲亚钢，哦，亚钢骨甲亚钢，亚钢大家拢知啊吼，啊亚钢骨吼，嘛骹足济，啊亚钢骹嘛济，啊亚钢骨的骹比亚钢还佫较济，哦，内底这两只吼，就亚钢骨吼，讲我是亚钢的阿舅啦，哦，我是亚钢的阿舅。所以你亚工爱叫我阿舅，啊亚工人讲哪有这回事啦？迄亚工舅迄是人甲你叫的，甲我有啥物地带就对啦。哦，啊其实两种应该是无共类的物件，哦，啊所以遮内底就讲啊，因为咱台湾人吼会甲这个舅，哦阿舅的舅啊去讲着动物的时阵。可能啊，有可能句，可能啊，甲可能句，可能句就是做乱花啦吼，迄个可能句，即摆即话语要他讲啊，乱树啦，吼，乱树，吼，啊，伊就是两种树啊，吼，生成要共款啦。啊，先有可能啊，尾啊，迄个叫做可能句啦。啊，即个亚工句吼，足成亚工啊，所以甲号做
牙工具，咱无讲叫叫做马路啊，哦，马路啊，吼，马路啦，马路啊，马路，哦，啊，台湾即种物件，即种互相合作，啥物句这吼，名称足侪种诶。我捌诶，但捌条正正，我去查一查吼，查过，我大概捌正10种，啊，我捌伫 FB 内底发表出来，哦，有人捌诶，啊，捌佫较济安尼，啊，所以我想介绍一下，吼，多谢。哦好，啊，迄个梁公兄有举手吼，来请。我是要请教讲吼，即套画册内面吼，敢有用翕相诶部分？因为我即摆我问即个问题目的就是讲，有时啊，咱用白话字吼，啊要去 Google 要去 search 吼，啊要 search 袂着动迄个图面啦。比如讲，拄则肖老师伊咧讲迄个台湾犬吼，啊我就真正我用汉字去甲 search 写台湾犬，吼，就真正走出来呢。什么 Formosan Mountain Dog，啊个有几只即个台湾犬诶迄个相片就走出来。啊，毋过即摆咱用白话字共款用白话字去甲 search 台湾犬吼，啊，所以迄个图面煞走袂出来。所以我就想讲，敢有可能慢慢啊，吼，有迄种方法，啊，咱白话字愈使用，啊，咱诶即个即个图片吼，啊，含即个白话字会当摊起来。吼，比如讲乌手吼，乌手啊，像生做啥物款，我嘛毋知咧吼。啊，要介绍互囡仔，若讲有一个图片，啊，虽然册内面无，啊，毋过若是讲咱会当去 Google 一下，啊，用白话字甲写乌手，哦，啊，即个相片就真正走出来安尼吼，安尼我是感觉讲检测诶功效会加诚大安尼吼，啊，要哪做？这可能爱少年诶，这技术较内行诶啦。看当边仔来完成无啦吼，啊，我知影一步就是讲来用 Wikipedia 入去啊吼，伊要 Google 要走出来迄个语言诶机会较悬啦。谢老师要补充吼。我补充者吼，拄才梁公兄咧讲这吼，白话字诶部分吼，就是希望咱会愈侪人写。可能咧Google伊会头家伊就接受这问题。伊毋知你毋知会记得讲，早期咱咧伫台语网内底写白话字诶时阵，因为着欠迄撇来撇去，咱拢用迄1、2、3来表示第一声、第二声、第四声，吼，即种写法，啊，甲用迄啊，甲是大 N 吼，咧代表迄片声，吼，用即种方式来写，吼，迄阵吼应该属于方便法啦。但是尾啊，会记大概84了后，1995年了后开始有迄个撇来撇去，迄种符号出来了后，啊，就足侪人用即种诶写法。写无偌久，我会记得咱伫我感觉那就忽然间吼。迄个 Word 内底吼，就出现咧有撇来撇去诶白话字出来啊！啊，这当然这详细情形我毋知影，我会记有人捌咧讲就是讲，因为咱写数量白话字写数量有够济啊，所以微软吼，诶 Word 伊就甲你收集，就甲你，那就甲你升入这个白话字就对啦。哦，所以讲起来，咱这白话字，若写较济咧，可能下摆用白话字来Google，可能嘛Google会着啦。哦，啊，因为咱写少啊，啊，因要做这物件，因无市场，所以啊，希望讲大家较济人来写就对，多谢。拄则就是陈秀基老师想要发言，伊讲无法度人举手。好，各位先进，老师来请嘿。安尼敢会使讲？
有，来请讲下来。迄个因为头拄肖斌李老师吼，嘛我学长啦吼，伊咧讲迄个鸟啊即摆吼有一个网站叫做eBird， 这是迄个全台湾的鸟啊协会认真去做的，去调查，因这拢有记录，有迄个鸟啊的影像，啊，佮有鸟啊的叫声，啊，伊的迄个特色，伊的迄个特性拢有写。所以，我是较无认真去迄个，我算我那只会员啊。啊，你若有感觉乌手甲山乌手有啥物无共？啊，暗光甲山暗光，有一寡只你要找，拢会使用eBird。啊，毋过较可惜就是头先咧讲白话字，即摆目前研究鸟啊嘛是要用中文较济，啊无你就是用迄种科学的拉丁文啊。歹势哈，我英好，语多谢，嘿，真好补充的资讯哈。啊，这个我拄则有甲试乌手啦，哈，乌手有啦，这乌手拄啊好，迄个 Wikipedia 内底有哈，啊，伫网站顶头啊拄好有一寡资料哈，所以就找会出来。所以基本上哈，上主要就是讲咱网络上爱想办法较济用白话字写的物件啦，比如咱做网站的时阵，甚至伫 FB 哈嘛甲写哈。较侪人用白话字写的时阵呢，伊社区自然就当造出来啊。啊，像这我甲用乌手，伊就造出来，爱排第一个 Wikipedia， 因为 Wikipedia 遐拄少人有写着乌手这个物件哈。啊，过来咱即个，譬如讲咱甲试看卖哈，譬如讲试个图片，啊，试个图片，啊，爱即摆图片呢，因为图片内底佫有附即个白话字的解说呢，足少，敢若一个哈，伫台语信望爱的网站顶头。有即个出现着乌手，所以第一张图是正确的所以咱看即摆第一张图，迄就是乌手。但是剩的呢，有乌形，有乌人，有其他乌的物件剩的就无一定是对的。但是呢，即个乌手第一张图就对所以上基本的就是咱爱较接写的较接用的，互伊伫网络世界呢出现较侪白话字安尼好来，安尼咱毋知各位，好来，迄个肖老师来。我搁补充者，拄则秀基老师咧讲即个网站的问题吼。伟文，你咧介绍即只乌手吼，伫信望爱内底的吼，这就是我的啦。信望爱甲我谈过。对，所以就是爱想办法吼，较接互伊出现伫网站顶头。我就是有一个网站。台湾鸟名，兴华台湾鸟名，内底我写134只，用白话字做头，用白话字写鸟名，搁再用英语写鸟名，用汉语小改。另外迄嘛是网站内底嘛有，迄内底我有写，来伫台湾内底出现的，拢总我写134只。内底相片拢足水诶，拢足清楚诶。遐相片大多数大概80%是我诶孙仔辈提供诶，才20%是朋友供给诶。内底真值得看就对啦遐相片袂歹，欢迎大家来参观。你若入去迄个造船人博物馆内底吼，遐拢有连线就对啦，拢有连线，好，多谢。好来，迄个 Carol 来 ，Carol 只有举手来。我想要问啊，像讲有鸟啊，嘛有人收集即个鱼仔，其实伊鱼仔的台湾名嘛，真正有收集。毋过我感觉即个鱼仔都足奇怪，书底嘛无。世界拢找无野的台湾名，连即个野是即个蝴蝶，也是讲是迄种泰国野，其实拢分袂清楚。我想要知影讲爱去台才知影讲蝴蝶野真侪台湾名。我知影即个芳吼嘛有台湾名，连即个汤拖吼有一寡歹虫其实拢足侪台湾名。吼，实在我拢找无，想要请教以上。
哦好，多谢。这肖老师毋知你有了其解无？实我外行诶，我无时间去处理这物件哈。来，也是咱线顶有人对这有较了解无？对鸭啊吼，一寡台湾名有了解，会当来回答一下吼。来，毋知佫有无？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敢有其他的意见还是我想问题有？拄则 Carol 咧讲诶鸭啊吼，蝴蝶吼，啊，佫有一种是汉字写做鹅啦，哦，鹅啦，红字旁佫是你我他诶我吼，迄个鹅，鹅甲蝶是有无共款诶所在，啊，但是鹅伫台语要安怎讲啊？台语毋知讲鹅安怎讲？就是泰鹅啦，国鸭，我泰国鸭也是鹅啦，咧讲蝴蝶啦吼，啊嗯鹅都毋是蝴蝶，迄都无共款诶物件。啊，不过我袂晓讲。台语两个无啥分诶，老师，迄个教授，敢若头拄仔卡路讲诶泰国鸭，嗯，阮这嘛是阮细汉嘛是咱来咧讲，无啥分拢一样咱来咧讲泰国鸭诶时阵，咱来用汉字鹅，入去甲查啊，伫咧即个生物上看会当查出伊诶迄个根类啊袂吼。鹅啦，鹅啦，迄叫做鹅啦，泰国鸭叫做鹅啦。鹅鸭，啊，所以有一个歌语内底吼，天鹅宴嘛，迄地方吼，泰国鸭出产泰国鸭足济啊，啊后壁讲都出天鹅啦，啊结果面顶的皇帝讲要来食天鹅肉啦，有这个故事小米做的啦，啊迄个做鹅啦吼，啊若鸭一般伫歌语内底咧讲的是叫做买鸭啦，叫做买鸭啦。哦，我知影是差不多安尼尔啦。来，佫有无？最后几分钟哈，咱时间嘛差不多啊。来，毋知线顶的朋友佫有人有问题无？还是有啥物要分享有无？好，若无吼，咱嘛时间差不多啦吼。最后我就先搁迄个补充一个即个活动的消息放送一下啦吼。即个咱10月25、26呢，咱伫仙台会办即个台湾甲越南的即个比较的研讨会，佫有即个台湾落麦研讨会吼，两个研讨会合作办啦吼，真热烈，有百几篇的论文来发表吼，嘛有真侪真歹的即个越南的学者会来。各位对台语文佫对着即个越南研究、台湾比较研究有兴趣吼，咱最近就准备开始宣传，会当报名来旁听吼，这是10月25、26伫咱成功大学台文系。过来另外咱11月初1呢，咱有要办即个单雷的对书会哈。11月初1的早起10点伫咱成大台文系。了呢下晡共迄一天下晡呢，咱会伫即个台湾文学馆开幕即个单类的文学展拢共款伫11月初1迄一天早起甲下晡先直接预告一下若等有确定报名的即个资讯，咱会透过即个其他的宣传方式再互大家知影这先互大家知。好，安尼最后毋知各位有搁要发言有无？把握最后的一个时间，若无咱今仔日即个垃圾台语语言绘本的即个新册发表，兼大家读者的即个交流就到这结束若是也无买到的咱国内友志呢，国内朋友呢会当伫即个博客来网络册店会当买到安尼就感谢大家咱即个今仔日即个新册发表就到这落啦，多谢。咱大家多谢，报告一个即个洪教授咱老师咱个报告一下。我来介绍一下后礼拜讲过一下后礼拜咱即论坛即个节目真趣味啦就是讲即个
有一位吼工程师吼，伊做即个即马拢咧相亲吼，拢透过网络吼，伊要来小解讲伊的即个网站吼，安怎用即个网络吼来看姻缘安尼啦吼，这嘛拢做大牌的，才会人咧参加的款吼，所以我想咱在座那这大部分拢有结婚啊吼。那你烦恼讲你的事实较会安尼无机会吼，通交男女朋友吼，会当来跟小解来参加，或者这是特别的吼，咱也佫毋捌有即种款的节目吼，真奇卡。好，安尼感谢大家，咱后礼拜同时间同即个网址再会吼，大家再会，再会，拜拜。再会，多谢，再会多谢。再会，感谢。